睇清楚呢個真實存在嘅站牌，日語叫 Gomen， 真係 say sorry 專用站啊！今期反差日語，我搜集咗9個反差鐵路站名，串起嚟同大家講個戀愛癲劇故事。如有雷同，純屬日語發音意外。故事嘅一開始，你發現條仔偷食喺北海道嗰個叫 Futamata 腳踏兩條船嘅站，俾你斷正。點知佢唔單止唔認錯，仲惡人先告狀，話你係Nozoki偷窺佢哋在先。係你唔啱喎，你即刻火都嚟埋，準備爆發。佢見勢色唔啱，跪低叫個 man sorry 咯。你問佢點解要咁做，佢竟然扮傻話自己個一時個腦奧卡斯縮咗。最離譜係咩？佢話偷食係媽字認真嘅，仲話同你喺埋一齊根本就係無駄浪費生命。呢個時候你冷靜咁望下佢個頭，咦，報應到啦，佢居然變咗蝦嘅光頭佬。Hello, it's me。再摸下自己，哇，好彩我就係 Kamioi 頭髮濃密。最後你只要型到爆咁對佢講個日文粗口 ，Omaida 你條粉腸。完結謝幕，個故仔我盡晒力㗎啦，仲幫你整理埋呢一張日本反差鐵路名錄，方便你去日本實地重演一次呢個大龍鳳。Follow 俾你，分享俾你更多日語反差小驚喜。